的大男孩爱上客家女孩。那是客家话吗？其实我也蛮想学客家话的。美丽的试探，爱情故事的开端。导演叶天伦以巧妙的剧情，让广告像连续剧般引人入胜，进入客家世界。每一支呢都很简单，只有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这2个人故事要怎么走下去？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在这里面要如何能够让观众能够看到客家的什么东西？其实就很单纯的，只要做到这2件事情，那观众就会很有兴趣的，不知不觉的想要知道说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发展，但是同时又看到了客家的文化。就像每一段恋情都会历经双方家庭的磨合，像是语言障碍。你是整形的吗？永远的。当然，我是真心的想跟小杰交往。习俗不同，或者不懂如何表现自己的关心，这些生活周遭的大小事，用轻松的桥段呈现，让人会心一笑。这个鸡巴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对观众来讲，可能是对客家文化的有一些了解，同时是看这个故事好看。那对我来讲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我更认识了很多客家文化。原生家庭的差异不代表必然的分离，只要愿意用爱让彼此更靠近。我要教大家一句话，最可以拉近距离的客家话。这句话其实就是你在遇到客家乡亲啊朋友的时候，打招呼一句最好用的话，我也是这一次学到，就叫做按旧后某。按旧后某，按旧后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最近好不好啊，过得怎么样啊，有一个打招呼的方式。学起来吧，你会发现客家原来可以这么好亲近，真是始料未及。按旧后某，按旧后某。